遐日即摆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0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约伯记第4章第1节到21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本性甲灵性。礼拜三用暗的早经祈祷咱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加油即书带领咱这个早经的内容讲到暂时徛起的这个场位，是永远的这个厝，属世界还是属基督的灵。咱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经文来讲到，若有人伫基督里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都已经拢完全过去，变成做新的。虽然甲今仔日的经文提到的真类似，但是咱看见耶稣基督捌为着世间人的罪，成做一个有罪的肉身，却是为着要救人来脱离这个罪性。耶稣基督捌对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，上帝是一个神，敬畏伊的人必须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若有人伫基督里，基督就是一个灵啦吼，所以咱看见耶稣基督是世间为着世间人的罪，被钉死伫十字架，死亡落阴府，然后搁活。所有的教会甲基督徒所领受，拢是基督的灵的感动甲同在，无去看到迄个肉身啦吼。所以，既然领受的人就有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，就有圣神的内住，并且脱离迄个人的本性，迄个旧我。脱离本性，咱咧讲暂时徛起的场位，是成做基督徒一个真必要的条件。基督徒一方面讲，我是顶头生得救的基督徒。另外一方面，足有可能搁对着本性欲望咧做代志，完全无照着真理的规范。好咱伫咧批评一寡政策，若是拄着有权利的人，就会当我共款。伫安尼信仰其实是袂使。基督徒必须爱完完全全脱离迄个家己的本性，转化成做基督的神。面对苦难的这个约伯，伊所使用的思考，其实基本上是人性，就是咱咧讲本性，毋是属于上帝的本质。这莫管的撒旦的要求，也是讲挑战上帝讲。若毋是有利益通图，约伯阁会当敬畏你吗？你时常保护伊的家，甲伊所有的一切，你祝福互伊事事顺利。伊的情绪满山遍野，无法度算。现在你若将伊所有的摕走，看伊无当面来咒诅你无？撒旦所挑战的其实毋是上帝，乃是约伯的人性。根据约伯记的记载，无有拄着苦难的约伯表现真乐观，非常敬虔的敬拜上帝。但是拄着苦难了后呢，伊的人性、伊的本性却真高久，甲伊甜真久。伊的好朋友也无法互伊真好的引带，亲像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摩西共款，伊一世人跟对上帝几十年的时间，但是伊阁受呼召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
学习军队上帝，亲近上帝，但是却面对这个以色列人民的刁钻责备，人性就搁再度来高举，伊就生气，然后得罪上帝。摩西家己制定律法，想要帮助以色列人会当亲近上帝，得到救恩。但可惜的是，迄个律法并无法度互人来得救这嘛是保罗所咧强调的。救恩本身才会使。前礼拜主日中间，咱用圣餐来分享迄个信息。就是领受的、实践的、脱离人的本性的，才会当得到救恩。上帝安尼，互律法的正当要求实现，伫咱遮无顺服本性，只有顺服圣神的人的身上。因为服从本性的人，意向是本性的事。顺服圣神的人，意向是圣神的事。意向的本性就是死，意向的圣神就有性命甲平安。所以意向的本性的人就甲上帝相对敌，因为无顺服上帝的法则，事实上也袂当顺服。服从本性的人，袂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伫罗马书的经文吼。伫哥林多后书内底讲着讲，若是有人伫基督呢，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对第9节来看，第9节以后来看，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论。第9节讲。地教恁，既然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，这甲这个哥林多后书所讲的，若有人伫基督里，是无共款的角度。伊讲有上帝的神伫恁的内面，恁的生活就无受到本性的支配，是受到圣神的管束。无有基督的神的人，就无属伫基督。可是基督若踮伫恁的内面，说使恁的身躯因为罪来死，上帝的神也要互恁来活。因为上帝已经互恁成做义人啊！上帝的神会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。如果这个神踮伫恁的内面，那安尼，这个互基督对死搁活的上帝就是。换人会当将这个搁活的活脉享受互咱那基督的神踮伫咱的内面得活，咱就是基督踮伫基督内底，就会通脱离人的本性，对死搁活。咱要来思考，也是讲得到警醒。基督徒讲属灵的基督徒应该。袂真容易这个落入本性的需求，但是这嘛是真做咱的挑战，那亲像约伯共款那像摩西共款最近有听到几个案例，就是讲有退休的牧师，犹原还搁伫牧师馆无要离开南部嘛有，台北市嘛有有这个离职的牧者。犹原占着伫教会的工作，无要放手。南部也有教会的长老，将教会的基金占做家己的财产，搁办假离婚来拓散。这个代志拢真有可能发生伫咱身躯边的人，甚至有可能真做咱本身对本性。甲灵性中间的挑战，咱嘛有可能因为本性来犯错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真正活出一个得救属灵的生命。咱也要用诗篇26篇做伙来祈祷，
耶和华，求你甲我判断，因为我有照我的顺转来行。我倚靠耶和华，无摇绝。耶和华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，锻炼我的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。我也有照你的真理行，我袂捌甲讲白贼的人相甲济，也无甲假造的人做阵。我怨恨歹人的会，也无甲恶毒的人同齐。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我的无罪，才来设你的祭坛，通互人听见感谢的声，佮通讲起你一切奇妙所做。耶和华，我疼惜你所踮的厝，以及你阳光所伫地的所在。毋通将我的灵魂甲罪人做一个收拾去，毋通将我的活命甲杀人的做一个收拾去。因的手中有奸诈，因的正手满满暴露。论到我，我要照我的顺转来行。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我的脚徛伫病榻的所在，伫正会中，我要学乐耶和华。